先就李強總理作咗政府工作報告啦，咁你自己聽完之後，有冇啲咩比較自己有啲咩感受，或者有啲咩比較印象深刻嘅地方？當然啦，其實我哋作為香港代表咧，每年咧政府或者總理嘅工作報告咧，都一定非常關注咧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嗰個論述嘅。咁因為今年嚟講咧，我留意到李強總理喺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，即係嗰個論述咧係非常之全面。而且我哋亦都回想翻主席喺澳門回歸25週年上邊咧嘅重要講話裏面咧，亦都係重申咧一國兩制嘅實踐咧係非常之成功，係完全咧係可以咧係保障到香港同澳門嘅和平嘅穩定，同埋咧係長期嘅繁榮嘅發展。咁啊，甚至主席咧當時咧更加提到咧一國兩制發展嘅呢一個模式咧，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完全為咗香港同澳門，甚至對於將來解決我哋和平統一台灣，甚至到國際上有其他國家係因為地緣政治上咧有類似嘅問題咧，其實都可以參與，即係淨係參考我哋一國兩制呢一個模式。咁即係將一國兩制呢一個模式咧，其實提升到一個更加高嘅層次，係作為咧國際上其他國家解決同類問題嘅一個模式。咁所以咧，我係非常之高興，係即係我哋嘅領導人咧，亦都喺多個場合最強調咧，我哋一定喺香港嚟講咧，要堅持我哋維護更加咁樣發展咧，我哋對外嘅嗰個聯通嘅優點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多謝。